咋这么冷呀？这咋又灭了？上课儿。这回干净了。昨天剩了点包子，正好拿出来烤一下就能吃了。哎呦，包子还得烤一会儿，先吃个小甜点。来点炒米，再来点白糖。这包子都烤露馅儿了。味道还不错。吃饱了，该干活去了。给他们来点能量，给你们的。哎呀，都2点了，今天下班晚了，回家，老实点，等着，去。哎，快进屋。来，再热乎乎的来个奶粉。